拆箱及設置 HP Smart Tank 670、720、750、790、6000、7000、7300、7600打印機。步驟1：從包裝盒中取出打印機，打開包裝盒，然後取出設定指南。從包裝盒中取出打印機，並放置在你打算使用的水瓶表面上。拿出裝有墨瓶與電源線的包裝盒，移除打印機周圍的所有發泡膠蓋及包裝袋，撕掉打印機外部的膠帶，移除掃描器的發泡膠墊，放下掃描器蓋板。現在提起打印機左側的墨水存取檔門把手，將墨水存取檔門連同掃描器蓋一併提起，移除所有打印頭與墨槽區域內部的紙板或膠帶。打開紙盒，並從該區域移除紙板。關上紙盒，將電源線連接到打印機背面，將電源線另一端插入電源插座。注意，此時請不要連接 USB 連接線，軟件安裝過程中會建立電腦連接。開啟打印機。注意，開啟打印機後，請勿按下打印機上的 Wi-Fi 按鈕，否則打印機將不再處於 Wi-Fi 設定模式。HP Smart 將無法定位你的打印機。清潔 HP Smart Tank 790和7600打印機的打印頭，請按照畫面提示選擇你的語言，並選擇你所在的國家或地區。步驟2：安裝打印機軟件。現在你可以安裝 HP Smart 應用程式。該應用程式會將你的打印機連接到你的移動裝置或電腦。安裝說明載有在移動裝置或電腦下載 HP Smart 應用程式的 QR code， 以及 HP Support 的聯絡資料。下載應用程式之前，建議你將電腦或移動裝置更新至最新的作業系統。在電腦或移動裝置上瀏覽123.hp.com， 輸入你的打印機型號並下載 HP Smart 應用程式。在連接打印機之前，請確保你的電腦已開啟藍牙，或確保你的移動裝置已啟用藍牙及定位功能。HP Smart 需要使用藍牙完成打印機設定。打開應用程式，並按照逐步說明將打印機連接到無線網絡。步驟3：填充墨槽。使用墨瓶時，請注意以下事項。將墨瓶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。僅在填充墨槽時打開墨瓶。直立墨瓶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。抬起墨水盒艙門，然後打開墨槽蓋。打開黑色墨槽蓋。如果你的墨瓶蓋為擰動式蓋子，請擰開蓋子；如果你的墨瓶蓋為翻蓋，請扭動蓋子將其移除。撕下密封拉片，替換並擰緊墨瓶蓋，然後打開蓋子。配對黑色墨瓶與黑色墨槽，將墨瓶放在墨槽噴嘴上，並對準墨瓶尖端與噴嘴。將墨水排入墨槽，直至墨槽注滿。將墨瓶放在墨槽噴嘴上，確保墨瓶尖端貼合噴嘴。請勿擠壓墨瓶。黑色墨槽裝滿後，將墨瓶垂直放置，然後蓋上墨瓶蓋。關上黑色墨槽蓋。請重複執行上述步驟，注滿其他墨槽。墨槽裝滿後，關閉墨槽蓋，然後關閉墨水存取檔門，等待30秒，讓打印機完成校準，然後再繼續下一步。步驟4：安裝打印頭。抬起墨水盒艙門，然後等待墨槽移動至中央位置並停下。按下藍色按鈕以打開打印頭蓋。撕掉並棄置橙色護罩。小心放置橙色護罩，以免沾上墨水。從包裝中取出打印頭，移除2個打印頭上的橙色蓋及保護膠帶。注意，請勿觸碰銅色接觸點或墨水噴嘴。請勿更換觸點上的保護膠帶。
更換這些部件會導致打印頭阻塞或者導電不良。將黑色及三色打印頭插入相應插槽，關上打印頭蓋，合上墨水盒艙門。步驟5：裝入紙張。打開進紙盒，按住其中一塊紙寬導板上的按鈕，將導板滑至進紙盒邊緣。將一沓普通紙張放入進紙盒，打印面朝下，確保紙搭對齊適當的紙張尺寸線，且沒有超過托盤上標記的堆疊高度。調整紙張寬度導板，直至其觸及紙搭邊緣。關上進紙盒，拉出紙盒延長板，對齊打印頭及掃描器，以完成打印機設置。這是確保打印機功能完整的關鍵步驟。步驟6：校準列印頭。如果你的打印機有觸控螢幕控制面板，依照控制面板提示列印校準頁，然後按照頁面上的說明進行掃描，並校準打印頭。如果你的打印機沒有觸控螢幕控制面板，則控制面板上的 A 會閃爍，並會自動列印校準頁。按照頁面上的說明進行掃描，並校準新打印頭。現在你可以開始列印了。